闷的时候啊，抽一支烟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不要骗我了，你在吸毒对不对？我是有在吸，不过没有上瘾。你放心，不会影响工作的。给钱，我是老板，该给钱了。小龙，还没吃完，我叫他们付钱啊。我看到阿乔一直在预支现金呢。你要给你黑吗？你做乜解只睇你啲信用卡啊？然後捱尾樓年本講嘅信用有問題，你喺度做乜啊？阿喬，你做乜嘅呀？阿喬，阿喬，阿喬，妈，发生嘛事情了？水摸不聽啦昂昂，做壞計唔地放揚，從多個聽啦昂昂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去未變難養，上個冇機關於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跳啦昂昂，前所在來去跳空，是當朝跳啦昂昂，我做事難多形容，個落去認命昂昂，想到人生成功嘅。阿哥，冇用嘅東西啊！不要注意啊！我要注意跳椅啦！不要再注意啦！阿哥，阿喬，你答應我講我改摕的哦，你這個要記得啦。阿喬啦！這片太海，雖然過去按到伊成功的地方，但伊面對的啊，這片太海中到天難。阿喬，你點解要買個證書？要買人前天100了，如果前天100，還未到嘅。只想我本應付看伊隻安天的成分。你冇這個東西，人哋講好會按你做。失敗啊，唔可以減少啊！減少嘅啊，使一個表現一個，我阿妹說，本人失望。我唔想做個媽兒，你一個好想我吧？唔想我繼續啊，飛天一個，也想我飛天幾十個卡。
林芬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不要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我知道我的小罗，就算输掉了全世界，还是会回来的。只希望这首歌能唱到你们的心中，拥有你们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，你们是我最公啊，来，啤酒打开来。啊，都是磨汗的啦，你喺度吹哦，是抵你啦。唔怕低唔好啦，你想識到魚味啊？都吹滾啦嗬，阿將吹幾隻嗬？阿妹，你炒一半就按到，真唔提啦？唔會，有一半阿公帶路通識的啦。啊！你快拿過來。媽，你阿伯哦，沒照算呢，喺公司上班呢。還有啊，喺上班時間，我做死皮佬當年古代呢，冇買危險啦。還有做咧隨時要轉來，只做轉來，唔知少啦。哦，你都要記得咯，一點都背吼，做乜嘅攞個生意啊？阿哥又會走咧，佢行船時間跟一個朋友，請佢去新加坡一間公司上班。睇唔到時有嘅嗬，班路嘅都做緊啷個識嘅啊？好得有佢，每個人生沒有新嘅開始。阿強，記得啦，絕對唔好認輸。要不永久記得。唔等下磨汗點樣嘅事情啊，唔是爽嘅。媽，買你醫啊。送走阿哥之前係散開嘅事情，一下就會重新面對。不過係老頭擺冇強用，一擺還會爭執。不好意思打扰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冰是不是不好吃啊？也不是啊。哦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冰就是冰，谈不上什么好吃不好吃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里的冰吃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喽？冰到处都有在卖，每家吃起来都差不多，真的没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差别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真的没有好吃与不好吃的差别吗？三位要不要吃冰啊？我们现在促销3人同行1人免费哦。哦，好啊，走，继续看看。谢谢，欢迎光临。去吧。不好意思啊。请慢用哦。好。谢谢。真有用哎！那我再出去拉客人。冰到处都有在卖，
每家吃起来都差不多，真的没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差别。怎么啦？精神不好啊？我想放弃。啊？放弃？唔想做一点的哦？经过了这阵子的观察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生意是失败了。生意不好，我跟妈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耶。我们再努力看看嘛。阿强，我唔希望以后都隔天要疏放起来。我连做这个考虑，我做不到嘛个东西啊。对亚件店，我先按上新一家，平日嘅10万，我听说都得留冰店做起来。给你叫我开麻店。本店。是可能啊。好完美的泡泡冰哦！经过按多事情，我跌倒又搁起起来，最尾还能要面对冰店嘅审判。我嘅人生一直对失败中重新起起来。我顺风嘅每一3年，每准人嘅强用，想尽办法，对面对生命嘅难题。好照顾嘛？點啊？那迪拉，阿强，拜托，放开阿强啊！我知道我的小罗，就算输掉了全世界，还是会回来的。我顺风嘅每一3年，准无人嘅表态，我用做着表达我原来坚持嘅梦想咯。小罗，还是决定要收店吗？昨天我想了很久，我决定还要再拼拼看。说真的，这样的刨冰你喜欢吃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冰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可是我们店里的冰不算难吃，但也说不上好吃啦。我问过好几个客人，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反应。台湾的刨冰不就这样吗？就是一些红豆、绿豆，还有仙草、爱玉加在一起，再把糖水淋上去啊。东西没有特别让客人惊艳的地方，环境再怎么干净，都是没有客人要上的。我们第一次做的泡泡冰就是用这个碗做的。我就觉得那个泡泡冰很好吃。可是也没有大卖啊。好吃的东西也卖不出去，为什么呢？
的酸，还有这冰淇淋的香，炼乳的甜，好完美的冰哎！喜欢吗？非常喜欢。我们冰点一直以来都做消费者习惯的口味，可是生意就是做不起来。我不想放弃，云芬，这一次我们就做芒果。我想再拼一次，就做我们喜欢吃的东西。小柔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冰啊，我不相信有人会不喜欢。我要吃一口。谢谢你们陪着我，衝動燃射星光結果。希望今天的生意会好一点。欢迎光临，两位这边请。请坐。先生，我们想请你们试试看我们新研发的冰品，2盘只要算1盘的价钱就好哦。新产品。是芒果冰。用芒果做的冰，光用想的就觉得好恶心哦。不会，它很好吃的，试试看嘛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不收钱。但是也请告诉我们哪里不合口味，好吗？好啊，这边来请客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好好吃哎！赶紧吃吃看。真的还蛮好吃的。没有，那还不错哎。对啊。喜欢耶！继续招待客人。欢迎试吃我们的新产品芒果冰，买1送1哦！欢迎试吃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关心着我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还是这个又香又甜哦，看看。这些我全都要了。什么？全部啊？芒果我全都要了。除了台面上这些，还有没有？你等我一下啊。好，都给我啊。老板啊，芒果我全都要了，麻烦你。全要了？对啊，帮我包起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2位吗？这里是。支持我走下去的那双手，谢谢你们为我打气加油。考一下，谢谢。那需要我跟2位做一下介绍吗？好。我们这边的招牌就是这个芒果冰，2位可以试试看。来，2桌的。阿辉，来，快！头哥，幸好你买回来了。我今天多跑2个菜市场，否则又跟上次一样临时不够用，那就惨了。快吧，好。谢谢你们为我打气加油，谢谢你们为我省的担忧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。今天可以卖我几斤？怎么了？是，吴先生，你这样子买芒果，我都快不好意思了。不会啦，老板，有钱大家赚嘛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买这么多芒果，以后不要来这里买，你可以去果菜市场跟那些中盘商买啊，可以买更多也比较便宜。这样。是
啊，我猜80%你应该是做什么芒果生意的，这样子买芒果会吃亏哦。老板，谢谢你们，你真是好人。哎，好人才会疼惜好人。火车市场马上要打烊了，要去就要赶快去。好，谢谢你。有有咩可以順便，難難你去水連到天，頭點鐘點點起腳步從50行到終點。朋友你別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線。昨天晚上徹夜失眠，但我願與你緊緊相隨。我允許那段萬變的上映，就像脈搏激盪着血液，不是再多講，握緊拳頭向前衝。我大小小眾，就算怕也要衝，為了夢想努力而奮鬥。老板，要什麼？我要芒果，要多少？全都要了。你要那麼多芒果做什麼？做生意啊。謝謝光臨。請來，再說一次。來，兩位這邊請。請坐。这是我们的菜单，想参考一下。兩位不好意思，我再請人家跟你們訂張桌啊。謝謝。兩位這邊請，謝謝。請坐，先稍坐一下。阿輝，幫我拿2張美女過來。好，沒問題。好吃哦。好吃的，謝謝光臨。來，兩位這邊請。這邊。離婚啊，用辦啊，當時喺無煩傷嚟呢。阿妹唔好笑啦，阿強啲嘅衝判法咧，一天會有反酸嘅，唔好笑啦。阿潘啊，唔講幾隻高農啊，乜嘅死氣活多啊，已經到咧。頭家，上一層嚟。這台茶再來嘅唔但將係繁酸，也是冰點走入燦爛時代的開端。我永久記得嘅日，全部嘅員工都無限支持。我嘅木主有唔想本人看到嘅木質，我哋冰點愛開始起筆咧。都刮起了一股芒果冰旋风。我们发现了，不管哪一家店都有在卖芒果冰或者是芒果的相关商品。不过您不知道的是，刮起这一股芒果冰旋风的，其实就是这一家冰店。很好吃，今天非常难得呢，冰店的老板在百忙之中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而且呢，他要跟我们分享芒果冰好吃的秘诀哦。我们的秘诀呢就是新鲜，芒果从削皮到上桌绝对不能超过10分钟。看到芒果冰在台湾掀起了这样一个热潮，同时也在台湾创造一个奇迹。那您身为芒果冰的创始人，您现在的心理感受是什么？其实非常惶恐。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果农们的支持。那您觉得要做一个好吃的芒果冰，先决条件又是什么呢？我認為一定要選擇品質佳的台灣芒果做基礎。マンゴーアイスがこんなに大人気なんですけども、戸惑いはありますか？どう感じていますか？我覺得很驚訝，其實有一點被嚇到。日本人もマンゴーアイスが大好きで、たくさんの人が食べに来ています。日本でお店を開く計画はありますか？我會希望呢，先把台灣的事業給顧好，未來才考慮去規劃國外的市場。冰點的芒果冰現在不但是在台灣遠近馳名，甚至呢還享譽國際。有不少到台灣來觀光的外國朋友，甚至把冰點這個地方當成是到台灣來品嘗小吃跟美食的必經之處。而在我身旁呢，就是這家冰點的老闆羅老闆。我想請教一下羅老闆啊，當初你做的這個芒果冰啊，現在這麼受到熱烈歡迎，是不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呢？其實我非常意外，但是我也很開心我們的芒果冰受到歡迎。但是最鼓舞我的是，
我可以透过芒果冰让外国民众知道我们台湾水果的美味。忝的真好，也查阿强吼，正经迄阵打毋死个冒菜，买便也无见买出命上来，无论行拢知啊，大天天都在后期买反酸那边呐。对啊，我带我马子去吃过，还真的蛮好吃的呢。我干！你是安怎啊？食好倒笑无晓？盈盈叠加，肠子不会去寻一下？哦，好，去啊！是，快，打一下走一步，背吧。哎，你火气那么大，怎么不去买个芒果冰哦，降降？电哥，你明明就伫，若看到个阿强吼，就轻夜宵啦，嘛该咱反酸那边，买到啊，唔伫啊，被蛤蟆该叫死晕。讲正经的，电哥，也下老条摆无强用呢，也下做鲁莽个啊，都快是做配个胜利的，手眼力吼，树顶条摆个胜利，赚唔到钱啦。你多带想怎么的？俺想要对阿强个片美式的钱来试。蛮手的。大哥，行一点吼，快到太路顺啦。你啊，现记在输给下去喏，还养起唔乖乖拿钱出来哦。伊条摆没做过穷用的事情，伊抵规矩啦。款起够多暗爽，俺轻松。大哥，你吃东用办？上周啊，秋一周，师傅也才强调。爱迪啦，大哥，保证爱成功啦。哎，好像是这一家哎。真的，我要去看看。阿青，把2周收一下，快点。哎，那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能还要再等一下，麻烦旁边稍等，谢谢。抱歉哈。大叔。来，小杨啊，你今日本天是谁害？拿过来啊！你在饼用过给背啊？嗯。桌，3桌。来3桌，谢谢，快点。我會嘅面哦，越擺越爽啊！嚟到出邊嘅速度都得行嘅忙。哎呀，我嘛咧想啊，不過紅哥大安多年數天數嘅啊，嘛鋪唔成，係咪真急呢？嚇！呀，阿輝，大家啊，嘅要個好呀！好，你無搞死死啊，唔拉哦。應該加翻一條神神線啊！哎呦！係咪啊？你看，咱有啲人哦，做嘅窮用嘅事情。有啲人做啲唔係追極嘅事情，應該哦可以重新復啲啊。哦，哎呦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羅強，請問你哪位？喂，冰點的老闆啊。我是啊，你是誰？我們兄弟最近在跑路，給你2天的時間。準備200萬給我們兄弟當跑路費。喂，聽不清楚嗎？你是哪一路的兄弟啊？是不是打錯電話？羅老闆，您別開玩笑了，你最近這麼紅，到處都是你的新聞，我們怎麼可能會搞錯呢？還有啊，我告訴你，這200萬是給兄弟跑路用的，奉勸你別因小失大啊。我沒有200萬，你有任何行動，我都會報警。
是谁做的啊？罗先生，全年下来除了店面以外，还有其他的损失吗？没有。对了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问到目击者？目前还没有哎。我前几天有备案，接到一个恐吓的电话，你们查的怎么样啊？罗先生，罗先生啊！哎哦，还没哎呦，哎呦，以前哦，你的沙琪哦是董品金呢，因为发生暗涌的事情哦。喂，嘿嘿，罗老板，怎么样？我准备的礼物还不错吧？你只会躲起来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你是哪个道上的弟兄啊？哎呀，我怕大白天的来找你打招呼会吓到太多人嘛。只是先来提醒你，赶快把200万准备好。警察就在我身边，你要的那200万，我1毛都不会给你。怎么样？条子了不起啊？怕条子我还出来混个屁呀！哼，罗老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耍花样，200万赶快准备好，否则下次就不是半夜来打招呼了啊！是恐吓电话。到底是谁会来恐吓我们啊？怎么办？我打电话找阿全。哎，林芬，先不要。罗先生，我会回局里调通人记录来看看。最近很流行兄弟跑路要钱的，但是200万算是多的。不管多还是少，1毛我都不会付。这种钱付过1次就会有第2次。小罗，可是要是大白天他就来砸店怎么办啊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报警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会通知局里加强这附近的巡逻。谢谢。怎么还不睡？只要一想到有人来搞破坏，就睡不着。你呢？还不是一样？哎，今天我的事别让妈知道，我怕她会担心。我知道啦，只是这事情你要怎么处理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不会付钱的。可是毕竟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哎，怎么说都是我们吃亏。老公，你看要不要找阿全出面处理啊？处理什么啊？我们不是都已经报警了？哎呦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啦，不一样啦。我看以前我妈咪在做生意的时候，遇到这种事情，她从来不会找警察的。她说的那叫什么啊？啊，对，江湖事，江湖了。林芬啊，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们自己面对、自己解决了。该是我们保护长辈、照顾他们的时候了。不管是你爹地妈咪，还是我爸妈，明白吗？时代已经不同了，不能够再依靠黑道。我相信我们简简单单做，一定也能做出一番事业的。好，你说什么都没错。反正我一向最相信你了，而且我也懒得动脑筋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啊，美女在电话里跟我说，她怀孕了。真的啊？太棒了！哎，我们两个要不要也来怀一个？哎呦，想怀孕啊？当然好啊，要怀自己怀啦，让你做大肚公。是
袂歹哦，口味阁几哩赞的。是啊，像我比要阁食会咸的，电风人吹，阁有冰通食。哎，小姐，一个人吃冰啊？要不要带5个给你啊？小姐，冰还没吃完耶。快炸啊！看你吃就我就很高兴。哎，你们在这谈恋爱哦？啊，不行吗？爱到你了吗？哎，胆子不小，敢跟我呛下？哎，快炸啊！你们姐，警察还没来吗？应该快到了吧？来了，警察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看他们那些人啦，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呢，妨碍我做生意，还吓跑我的顾客。我拜托你赶快把他们赶走好不好？喂，头家刘，讲话要凭良心的，今仔生死歹势啦，阮食冰也无办法啦。对啊。吃冰可以吃一整天呐，你影响到了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请你们赶快走。哎，食冰也无办法啦，那你开门做生意了，你赶人去，有讲没？哎。你看我要怎么做生意？我太太，他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，我就没有权利去处理，就只好请你们自己想想办法了。不好意思。警察先，这样。警察先。喂。格林们啊，你不想再看到有人去吃冰，就赶快把500万准备好。时间宝贵啊，你再不付，还会再涨价，自己好自为之啊。我们不会付钱的。小罗说了，生意我们可以不做，可是我们绝对不会跟你们妥协。这些钱呐，我们1毛都不会付。亚杂阿强哦，正经青人夹。丁哥，外款啊，无老家一点哦，每都歪过起床去啊，唔会乖乖烫花啦。係老人講過，強係對落強，係冇用嘅。冇咧，就按用是不用過去哦。款期過到按數，挨錢唔爽快呢。呀，愛拿出來用。丁哥，你有想到好辦法咧哈？挨就對啦，天天丁哥吼，一聽就得穿太錢啦。矮身哦，天天丁哥啦。表演亲戚演啊，劳动俺弟啊，你到底想乜干？你啊，你咪帶出來嘅。丁哥，挨拍條工嘅，幾幾都係真心話。非法暗鬥。丁哥啊，講正經咧，你到底會用辦對阿強嘅片哪一筆錢過來使啊？連售。連售？連售係乜嘅意思？没想到丁哥也插手做连锁加盟店的生意。你看这间加盟，这间也加盟，每一间都是钱呐、有谁不爱赚钱？可是我只想好好做现在的冰点，连锁加盟的生意我没有兴趣。罗强啊，钱你一个人是赚不完的。丁哥啊，你老實老實講，興唔興係人強行嚟嘅？你認為是我嗎？講真嘅，我唔知啊。好了，言歸正傳，加盟的事，你確定了嗎？免定呀哈，唔適合做連鎖嘅生意。為什麼不適合？賣一家嘅店吼，賣最清楚啦。唔好講做連鎖啦，開分店吼，我都會靠你啊。丁哥，唔少屍體一條線啦，係先呢。丁哥，阿強佢唔輕，你做咩你咪晒？就按用是不用過去哦，向天都單單會賺一筆錢呢。
电哥，迄你去甲讲的啊，迄老阿强控制店吼，给连锁加盟的钱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年年不断。呀哈！闭嘴！你当我白痴啊？我自己说过什么话，我自己不清楚吗？轮到你在这边提醒我。无法用伊啦，电哥，挨着来硬的啊，关去现也唔现。先用假的店吼来做加盟店啦，然后去加盟店收起来再讲啦。现在到处都是罗强的新闻，谁会相信你是冰点的老板？哼，错，挨上多按简单嘞，挨成功的啦。还好，你还没有蠢到这种地步，你的脑袋还是有用的。啊？你现在就开始跟着罗强的吗？阿强夹妹？嗯。阿妹，呀哦，嚟到攞收銀台使到攞杯啊，然後我用很號碼牌嘅方式哦，先付錢再個出邊啦。哦，你嘅方法真好啊，你都冇輪起嚟啊？好，做啦，阿強。我想吼，唔敢做得聽說阿公喺新加坡開一間分店嘛。都新加坡啊？迄樣嘢啦，佢阿公吼喺新加坡有簽到朋友嘅呢。看佢現吼有可能啲佢就帶下來。哎呀，一條路哦，雖然講存啲錢唔會唔拉用啦，不過吼係真難存到錢啊。佢說我想聽說啲佢就開一間分店。我啲生意會真好啊！好啊，阿哥迄個正經想要開哦，而且都會支持啦。來之前做啲暗道弄東嘅事情，好彩有阿哥人嚟攞盡啦。係這樣就解想，我用辦保大記咧。係啊，唔過按呢，泰國超冇可能再來台灣咧。唔會，伊雖然講有打算自己就結婚啦。哎呀哈，都貴圈啊！新加坡這比人機，比來比去，錢錢都多誒。好啊，不過正經愛開哦，我向阿哥轉了一年啦，嚟到兩項題後，好好參詳技術轉移嘅問題。罗哥，罗哥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哪里来的？这是我昨天跟同学去逛夜市的时候拿到的宣传单，他们说自己是正宗的台湾芒果冰哎。你看这个照片，跟我们的一模一样，根本就是学我们的啊！现在大街小巷都在卖芒果冰，你难道要说全部人都是学我们的吗？芒果又不是我们发明的，他写台湾正宗芒果也没有错啊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看这家店，连冰做的位置、样子都一模一样。你看照片，生意做起来了才会有人仿冒，我们不要管它，放任竞争就好。我相信消费者是聪明的，他们自己会选择。好了。可是这样的仿冒店会越来越多哎。你看这照片还真的一模一样哎，就是不晓得味道怎么样哦。係啊，冰淇淋唔係西方佢哋面是同人做嘅共用嘛。大班多嘢嗬，我要認出來噃啊！唔會啦，阿妹，你愛小心嚟嘅發整書啊！好，阿妹，好。佢講係咪？阿妹，到咧，攞嘢嘅？係啊。阿妹，唔使緊張哦，俺今天你係來做仿冒者嘅。錯，你好。有有咩可以順便，但你去試練到甜。
路点冲，点点的脚步从不是航到终点。朋友，你别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线。昨天晚上彻夜失眠，当我与你紧紧相随，或许打动乱片的上瘾，就像脉搏激荡着血液，不是在斗攻，握紧拳头向前冲。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演也就将来踏杂，做出条件，希望演也就会心态和起起定情有的快乐，演也就韩国的童年，演也就强行的路，就算演一下的神法国字，有一片天空，有难同当，演也会有福同享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别忘了跟我 say hello， 挥挥手，挥挥手。